張聖賢同學致感謝詞。香港紅十字青年事務總監袁浩明先生，西九龍總部青年事務總主任梁榮耀先生，黃惠婷副校長，梁淑貞副校長，李秀玲老師，羅國志老師，各位來賓、各位同學，大家好，我係 YU312總隊長張聖蓮，好榮幸可以代表 YU312全體團員向大家致謝詞。首先感謝各位為臨紅十字會青年團第312團成立暨第一屆宣誓典禮。喺過去嘅1年裏邊，我哋經歷咗唔同類型嘅籌備活動、宣傳工作，我哋參與咗各項課程以及服務、步操訓練。喺今日，新亞中學第一屆紅十字會 YU312亦都終於成立啦。喺呢度要特別感激我哋嘅團贊助人屈啟秋校長對我哋不斷嘅支持，而且默默給予我哋莫大嘅幫助。呢啲嘅鼓勵令到我哋成為前進嘅動力。另外要感激嘅就係團長李秀玲老師同埋助理團長羅國志老師，喺佢哋嘅悉心帶領之下，我哋脫離咗稚氣，變得更加成熟、更加認真咁去完成每一項活動、每一個課程。當我哋就算企喺放棄嘅邊緣，佢哋嘅鼓勵亦都令到我哋看到咧希望，成就咗我哋22個會員嘅輝煌。喺呢1年當中，我哋學到好多嘅課外知識，例如急救、手語、繩結同埋步操等等。另外，我哋亦都嘗試咗好多平日較少接觸嘅事情，例如宣傳嘅技巧、籌辦活動，以及今日呢一個莊嚴嘅宣誓典禮。令我印象最深刻嘅就係長達半年嘅步操訓練。喺成個過程裏邊，我哋經歷咗艱辛、汗水，為嘅就係將每一個動作做到整齊同埋標準。同時，我都要感激 YU15 喇沙書院嘅2位步操老師李俊康同學同埋黃安子同學，佢哋用咗好多寶貴嘅時間嚟教導我哋，無論幾艱辛嘅環境都好，都要堅持落去。我哋一齊經歷咗日曬雨淋嘅訓練，亦都一齊為步操考試感到緊張，為考試合格而感到喜悅。從每一個星期嘅1次訓練，到加操至每個星期多次嘅訓練，都令我哋感到十分辛苦。但係只要我哋回想起導師、團長、紅十字會制服，先至令到我哋堅持落去，而且逐漸進步。喺步操訓練中，增強咗我哋嘅意志力、包容力同埋體力，亦都學會咗團隊精神。參與紅十字會嘅活動，亦都令到我哋有機會同唔同學校嘅會員互相交流，一齊參與活動，互相合作，而且建立咗大家緊密嘅友誼。最深刻嘅就係喺陸運會當中擔任急救人員，將學到嘅知識運用喺同學身上，而且為同學服務而感到驕傲。喺社區服務當中得到市民嘅認同，亦都令到我哋充滿成就感。最後，我哋就紅十字會宗旨而繼續努力，做好每一個活動，完成每一個所選課程，不負師長同埋同學所期望，將紅十字精神延續落去。再次多謝大家能夠喺百忙之中抽空蒐臨，謹代表 YU312全體團員向各位多謝各位。